新生代男星张庭湖主演的《爱情白皮书》刚开播就传出负面新闻。上个月21日凌晨，他跟朋友庆生后酒驾骑机车，结果自摔，脸破相缺席新戏首映。上午在士林地检署出庭不发一语，下午他再度出面道歉，表示自己做了不良示范。而先前经纪公司隐匿消息，则说是第一时间没处理好。穿着外套，张庭湖在经纪人的陪同下一现身，就先90度鞠躬道歉。艺人张庭湖真的非常抱歉，为大家做了不良的示范。生日那天，朋友帮我庆生，然后喝了点酒，搭车返家后轻忽了酒精对我的影响，做了错误的判断，才又骑车出门，导致自摔的意外。缝了4针，右脸的脸颊还贴着美容胶带。上个月21号日，张庭湖在成功路3段往北的下坡路段自摔，碰撞到路边停车格的车辆，机车往前滑行，在地上磨出火花，连安全帽都掉了。警方设的路检点就在不远处。张庭湖酒测值0.43，依公共危险罪法办，早上出庭至地检署时不发一语，而先前就有传出他酒驾，但经纪公司却是否认。经纪人陆翰林，所以第一时间我们没有讲清楚，原本想说一切等开庭的时候会一并跟大家解释清楚，抱歉我们没处理好。28岁的张庭湖最早是在电视剧《刺猬男孩》饰演第2男主角出道，去年还拍了电影《切小金家的旅馆》，也是新版《爱情白皮书》男主角。新版《爱情白皮书》，我不只要定居在你的心里，我还要定居在你身边。日前，张庭湖还参加过模拟法庭的影子团，担任过国民法官，观察案件审理的过程。这回却因为酒驾再进法院。虽然经纪人承诺只要是公益活动都会乐意参加，但身为公众人物做了不良示范，恐怕让自身形象受到影响。